叫送张国四般赠送，是穷送给姐姐伯母你来祝送，人送家里伯母日拉进家这里，用个车上卡拉，喊着马赛不进送。要送马子捉个碰着，四千郎个脸送郎拉么个东着，人送家里伯母送的车拉脚你，等住阿爱弄啦，哈就不离上去送。去送车送的被公送，但用我扛住车铃叫了还送，人送家里伯母抢了就到这里，这闹这有的啦，哈的。